乡亲朋友大家好，非常收看今日的福气类嘅节目。今日大家咧讲嘛解嘛，大家有发现冇？哇，死腿嘅進步，科技越來越發達。你睇下身份地圖又動到嘅東西，你講從你嘅智能身法，大家會想你可以買嘅東西咧。今日大家咧小解安樣嘅東西，過去但係安樣甜甜，佢係結合英文，係買嘅咧，嘅啦分享啲點解？裏邊其實係有木做文創嘅創辦人之一林英九先生分享。大家好，我是英九，很高興又再一次來到了福氣來了。真的分享清久冇看到你，對，快1年多的時間了。1年多，因為清久冇看到你，故說今日帶來是不一樣的創作。對，沒有錯。我們先來簡單講一下哈，我們說你看哦，是有木做，對不對？對。大家知道木就樹頭嘛，所以其實你們的創作其實跟木有很大的關係。沒錯。對，然後再來一下油，就感覺像是搞有沒有遊戲，然後做又會作品，對不對？對，沒錯。這是我自己的分析啦。差不多都是這樣子。對。不過曾啟清分析一開始大家都會看到我們桌上好多有趣的東西，所以在介紹這些有趣的東西之前一開始我們先來學一幾下嘎發。好，可以哈。可以。哎呀，現在會有一點點緊張嗎？不會。唔會。大家來看一下基本嘅露骨演繹係乜解哈？你先看一下這個字哦，至少前面2個字可以是從麼？木匠。對哈，我用客家方言一邊哈。如果以海陸腔來講係木上來台記，游來游去。你可以跟我念一遍嗎？我先念一遍，好，預備備。木上來台記，木上來台記，游來游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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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100分有嗎？因為要一個學客家話哈，就是大家有這麼認真在學哈，就是先100分這樣子。是，這什麼意思？你要不要猜猜看？有那個木匠拉大的句子，然後有來有去。是誰偷偷告訴你的？我媽媽告訴我的。真的，所以你以前有聽過，以前有談過，真的。對。哇哦，沒有錯，就會按有個意思。大家想一下哈，木胸有沒有？來台記耶有沒有？你看嘛，我們拉句子的時候，那個句子很大，你一邊我一邊啊，我們要鋸木頭一些，其實嘿來去有沒有？這種感覺上就是互有往來。沒錯。對，所以有時候你見面嘅時間，嘿講我送你一個禮物啊，你不愛一個禮物嘅時間，我說哎呦。拍誰啦？幹嘛那麼客氣啊？你就要跟他講說，哎呦，我們就像是木兄來台記，游來游去，我們是互相有往來的。是，這樣子有沒有更加深印象這一句話？有。真嘅木兄都給你嘅露骨演繹同講媽媽講過有關嘅。佢說以前嘅你真的在日常生活會這樣子用？比較少，但是就是有的時候媽媽會想到有一些。那個以前他聽過外婆所說的，那他就會說啊，以前我們有聽過這樣子的一個俗語或者是俚語，然後他就會分享給我們。真嘅，對，很有意思誒。你看為什麼今天學這個，其實是講說啊，我們有人跟人之間的一個互動，但是你提供的木胸跟我們今天的木很有關係，有沒有？對，所以我們先從林大哥前面，有沒有？前面有3個看起來很吸睛的東西，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分享一下。我們先看最大的這一個。我跟你講，這個最吸睛了。對，因為剛才先成為6樣之前，有沒有太高？我們的那個攝影師就會說，哦，這個看起來很想帶回家。是，對。那這個機器人呢，其實我們都知道，像小朋友，特別是男生，他就是手槍啊，或者是機器人這一塊，特別在小時候是特別愛的。那剛好就是說，我們看到了一個遊戲的手遊裡面的一個角色，對，覺得說，這個角色蠻特別的，那我們就想辦法把它用我們現有的木頭、現有的技術、鐳射切割的技術，我們把它製作出來。對，所以其實按鈕嘅東西是你們自己切割出來之後，你們自己組裝、對，拼貼這樣子。沒錯。哦，所以那旁邊還有，這是大型的，對不對？對。然後那旁邊2個是比較較小型的。對。對。那也要幫我們分享一下。對。旁邊比較小的這2款呢，其實是我們做比較多的木作體驗的一個課程。哦。對，那木作體驗的課程，其實我們的來源有很多，我
我们的创意来源有很多是来自跟我们互动过的家长，那当然比较最多是来自于我们家小朋友。哦，对，我们从最早的做了小汽车、小卡车，那他就跟我们问说，爸爸，我们有小汽车有小卡车，可是有没有加油站？哦，对，所以就有一个比较大型的，像是加油站那有个东西。对，就我们前面就是可以看到两个加油站的站体。是。对，那当然还有就是我们透过这样子的木作的一个宣传，那我们也发现就是说因为我自己之前是桃园市的社区规划师，对，那我们在那个社区之间的交流，其实也蛮常跟许多社区在做交流的。那在大园这边，桃园的大园区这里有一个竹围社区，那他们其实是参加了桃园的艺格文化节已经很多年了。对，那他们有属于自己的艺格车。但是艺格车它的印象对于来到社区参观的，或者是说参观过艺格游行的民众来讲，其实印象只能停留在那一个时候。所以后来我们就是协助把艺格车缩小成一个可以 DIY 组装的模型，让它可以来参观这个社区，或者是说来体验这样子一个活动之后，可以把这个模型带回家。那个模型来参观的人是要自己组装吗？对，我们做的所有的商品，我们都希望大朋友小朋友全部动手做。对，所以我们连材质上面我们都会去做挑选。那我们挑选的材质是因为像一般的木头容易会有木屑，会有刺。对，那特别是小朋友的手皮肤又比较细嫩。对，那很不小心就会被刺到，那我们可能要拿针去把它挑出来。那我们做的这一些的木头的材质是采用废弃的木料，整个打碎之后高压胶合，所以它打碎已经是打碎到非常非常的细，像木屑粉。那这个时候就不会有任何的刺会刺伤小朋友的手。对，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因为像其实有很多的小朋友，我们喜欢玩像积木，对不对？大概泰嘎金手罗威就像是乐高积木这样的东西，对，尤其是在北欧这样的国家，小朋友其实平常时有喊给时间，爸爸妈妈也还生意，他们就会一起去组装积木。对，在这个暗涌给工厂底度，其实生意吃都搞了，不过喊他重要的事情，嘿，皮用给到个创作力。对，所以其实兄弟共暗涌的东西，像来自于你的孩子，那你的孩子也会，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发挥他自己的专注力、创造力，没有错。去玩，我们讲说玩游戏，但玩的时候不是只是玩电动啊、玩手游而已。对，所以其实我知道不只是这样泰卡州的看到，只是在你旁边有一个很小的，对。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小小的安永跟模型哈，看一会儿还轻 C 轻有意思，这个是什么？可以特别分享一下。好，这个东西呢是因为我们在做这一些的木料的时候，它会有很多的废弃的小木料。那我们家小朋友呢，他就发挥他的创意，他把它粘起来，然后做成一个机器人的造型。是耶。对，那因为这样子的机器人，他要带着到处跑，其实怕说会损坏或者是说会遗失，所以我们透过3D 的模型建模，我们帮他做了一模一样的尺寸。对。那因为我们在今年度，我们也进了一些机器，我们有3D 列印机，我们可以帮他打出一个比较大型的。所以他带出去到处跑的时候，他就可以很高兴的跟人家讲说，那这个是我做的，我用废料做的小玩具，我用废料做的机器人。对，那对孩子的一个自己对商品的一个信心，或者说对他自己去创作的一个灵感，也都会增加。对耶，我知道真颖我的 CC 的时间可能就只有玩土或玩泥沙。不过玩土玩泥沙也是很好的事情没有错。不过他的生意，你生意做暗涌的东西，对你来讲，其实你是帮他的创造做一个他的创作做一个保留。对，然后他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没有错，也很有自信心。我觉得这样很好以后你的生意可能他会创作很多某种的东西。没错。对，我说现在泰卡州的看到其实他
当过一些身影，它有料的东西，有没有自己的创作？其实乃迪唔单单爱用你，因为那个泰国有共动，你是在桃园嘛，你们做了很多的东西，所以其实你也用这样的一个概念，不管是结合环保也好，或是智能的我们说智能生活也好，其实做了很多泰品给我们算装置艺术对吗？对，装置艺术，对，像我们就是做出一些口碑之后，那也有一些政府单位也有找到我们，对，那透过我们的创意去做发想，像在今年8月左右，我们帮桃园火车站以及中坜火车站的旅客服务中心做了2个各自代表桃园的特殊的地景造型的意象。那我们在桃园的火车站的旅客服务中心，我们是把小乌来的天空步道的拱门那个拱桥，我们把它做出来了，对，然后做一个缩小型的模型的呈现。哇！泰卡空间知道哇，真有意思吼，都带去买东西吼。不过先请你家乡亲们先聊啊。你马上你公告过后就好了，看该唔买东西哦。今日當翻譯做啲繞場同林英珠先生呢度節目啲，讀了大家都了解哈，可能大家有輕鬆有看到，不管係聲音高誒，我們說木作的創作品也好哈，其實大家會知道家裡係講有放暗用嘅東西，會知道也是蠻有意思的，對不對？因為以前看到機器人就會覺得好像是。不會是木頭去做的，沒錯，對哈。不過亞哈同泰卡的設計就會看大型的裝置藝術，剛才你有分享嘛，對不對？沒錯。火車站，對，中壢也好，頭也好，其實還有好像還有在一個是中壢的什麼銀河廣場，是不是？對，那時候是今年4月的時候，那因為銀河廣場在環保局有辦一個那個環境保護的一個實驗室的一個大型活動，對，那時候就是有找到我們說，我們要做一個跟環保有相關的舞台，對，那是不是有一些創意可以來做發想？那我們就想到說，舞台我們就需要墊高，對，那舞台也需要背板，所以我們就去找到很多那個，因為在我們辦公室附近有一些工廠，那它就有一些廢的那個木棧板，是，我們就用木棧板來搭起來，當作是舞台的台面，還有舞台的背板。對。那我們用廢棄的3甲板去做切割，我們把文字再透過那個噴燈、噴槍，我去把它燒黑。是。然後再結合上一些綠色的植栽，像是那個苔蘚或是地衣這一些的，我們讓它整個豐富化。對。那用廢棄的木材材料去搭建出一個這樣子的一個舞台。對，觀眾朋友有看到哈，有青島嘅相片同大家分享，就會給舞台真的是很漂亮。不過我講真心話，其實要做出這麼漂亮的舞台，其實也許別的團隊也有這樣的能力達成，但是我想你們的起心動念比較不一樣，你們是去工廠去找這樣子的一個廢棄的東西，對，先從廢棄這個原料出發，然後再發揮這樣的創意。我想這就是一件，我覺得應該是大家要一起努力的事情。因為公司在發，唔論係攀快通也好啊，做攀快通其實係引導你之間的一個互通也好，娛樂也好，對不對？可是有時候我自己從事電視的這個製作，我會覺得有時候我們人類在這個地球上面，真的會發展出或是創造出很多我覺得不環保的東西，很多資源的浪費。是，對，所以我們大家要泰卡昆多那個是好像是銀河廣場，你剛剛說在火車站，對，也有。對，火車站的部分的話，就是像我們剛剛有提到，在桃園車站跟中壢車站的旅客服務中心。那桃園車站的旅客服務中心裡面擺的是小烏來的天空步道，它的一個比較特別的一個拱門拱橋的造型。對，那中壢車站的旅客服務中心呢，因為我們都知道，像龍潭大池的吊橋現在已經拆掉了，準備要重建。是。那我們透過平面圖的觀看跟發想，我們把
这一座新的吊桥的桥墩，从平面变成立体，对，然后再让它长出来，是从地板上长出来，放在中立的火车站的旅客服务中心的门口，是对。那这一座那个桥墩的桥柱，它的总高大概也是2.5米左右。哦，这么高？是。哦，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象征，对不对？也就是台港黑公司都头沿压后、总拉压后，你都该旅客服务中心时间，你都得比较像是一个，也是一个结合观光，对不对？结合当地的一个特色的一个，我们说算是一个景点的分享。哇哦！因为其实公司才发台港公路龙潭台词，第一个印象除了那个桥，其实就是划龙舟。没错。对，我觉得那是很多人住在龙潭的一个共同的记忆。是。所以我们在那个整个展示的背板的照片，就是划龙舟的照片，就是划龙舟黑嘛。因为那真嘅，以前这个时节都5年这个时节，台港就知道，因为那些行梦也嘛，我们从不过我在中立长大，对。然后你讲到龙潭大车的时候，我们那时候5年这个时节，台港兄弟就会说，哇，我要来看那个划龙舟比赛。所以真的，你们那空间是真的就会一把都先冲看。对，不过大家其实就会一种，你看在中立火车站安永跟地方，台港中立空洞，你将这样的意象摆到火车站里面。没错，因为我们也希望是说在各个地方的旅客，然后来到桃园或中立，在出站的时候，第一眼就能够看得到，属于我们桃园的特色的景点。对，真的要这样，不然的话，有时候你去到一家地方，可能给他地方亲有意思，不公你真的没了解。对，好，有点可惜。我觉得这也是在社区发展，慢慢的社区发展也好，观光发展也好，一点一滴的累积跟结合。没有错。对，我们希望每一个城市都可以创造出自己的特色。希望大家就会知道，哦，青澳去台北了、台南了、台中了、高雄了，不过大家就会知道，我不会去桃园，因为挺无聊，就会有这样。可是我相信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没错。不过大家讲到了，他就会知道说，哇，我们从小小的安永给梳头做给文创商品，讲到他台型跟艺术创作，亚同大家的讲的就会。在我前面这个看起来好像跟木作没有关系的一些笔，没有错。我跟他笔跟我们真的很亲密，我们每天都有机会用到笔，从嘛哈，摄影的时间会连诗，可以讲你提供远红的时间有可能要签名，对不对？没错。这个笔有什么特色？是不是同台港来分享一下？好，我们这个笔呢，其实一开始的起心动念是因为，我自己是深度近视，近视1200度。哇，真的很深哎。对，那在之前在工作的时候，因为深度近视的关系，那时候在半夜接近午夜11点50几分，我们开车在高速公路上面，突然间我的眼睛是暂时失明的状况，好危险哦，很危险。那还好那时候我旁边有同事。那我就跟他讲，因为我开着3吨半的大货车，对，那时候我跟同事讲说，我眼睛看不到，你协助我慢慢停到路肩，然后我们再换手。对，那一段时间，后来发现大概是15分钟左右的时间，我是短暂性的失明，因为劳累再加上那个眼压过高的关系。对，那后来就是孩子准备要出生的时候，我们其实有去思考说，因为有很多的爸爸妈妈或者我们自己爸爸妈妈都会讲说，你们两夫妻都是有近视，那有可能你的小孩也会近视。对，那我们其实也会很担心，所以在孩子出生之后，我们会针对孩子的视力或者孩子的健康，我们更加的重视，所以我们就把如何能够预防孩子近视这件事情，我们去做创意的发想跟创业。是。那后来我们发现说，我们希望这一个商品研发出来，这个商品孩子是可以带着走的。所以我们才会把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做在一支笔上面。对。那再来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的父亲，他写字是非常的漂亮的。那我写字的美感的程度是我父亲的一半而已，那应该还是很漂亮。对，那我们也希望说孩子能够在写字的时候
就像我们有时候会讲见字如见人，是，对，那写出来的字如果漂亮，然后说哇，那这个人其实可能就是风流倜傥，或者是英俊潇洒。先看一个男生的字，黑公底下给思清讲有没有，就先加分有没有？是，对，黑公底空中在 C 来，你刚刚不错哦，不过空中给下一丝你就知道，因为以前老师都会说，看一个人的字真的就是。他如果龙飞凤舞，你就大概可以猜到他的个性。没错，对，所以我们就从我们后来商品在推出来的时候，我们从孩子的如何握好笔到写好字开始。那当然就我们在笔身上面有多个 sensor 感应器，那就是说我们说在握好笔写好字之后，他的坐姿也要正。然后在它的使用的环境光线也要正确，由这一些再加上使用时间这4个因素，我们去做控制，去做监测，进而达到对近视的预防。好，我们用白话文来讲，就是它是一支笔，不过你拿着它写的时候，因为你们有一些笔身的设计，所以它在握法上面，我们尽量去纠正它的姿势。没错啊，因为你共有一个sensor嘛，就感应器叠低度，比如说你都得感应你拿的状态。没错，是不是？是对的。拿笔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以前我CC 个时间，我记得有买那种小小的可以套在笔上面的，叫做握笔练习器。那叫握笔练习器。我小时候真的有用好多，还有不同颜色，套在铅笔上面，然后这样子拿着。有点好用，又有点不好用，因为会觉得好像有点阻碍的感觉。对，它会对手。对孩子在握笔的时候，他等于是你手握了一颗球，再加上一支笔。对，那我们其实有考虑到握笔练习器的功能，那再加上其实我们有研究到三角形是最稳定的一个支撑方式，就像庙里的那个炉啊，或是鼎都是3只脚，对，或者是说我们知道那像三国鼎立，是，对，这是那个三角形是最稳定的一个结构，对，所以我们把三角形这样子的结构做在笔身上面，对，所以孩子在握的时候不会握得大大的一颗球，他就可以很容易的去稳定住他握的笔，他握笔的爱有个感觉，对，哇，用起朋友还有马个神奇开时间，然后大家来讲聊下，你等下怎来讲？上团节目讲到，我们说智能笔，对不对？所以泰国现在这一支就是，对不对？这是最新一代的。这是最新一代，我们在10月31号也开始在台湾的 Flyme 募资平台上面进行募资。对，我们其实会希望说，我们研发出来的商品能够真的替台湾的小朋友带来一些帮助。对，所以那。先帮大家试验一下，因为我们泰卡最共同体验一个智能笔，有没有？你又用下，又用握笔，所以我们可以现场示范一下，对不对？对。那我们刚刚提到说，孩子在握笔的方式，我们以三角形是最稳定的一个握笔姿势，所以我们在笔身上面已经做了三角形的造型，对，在笔身上面，所以孩子只要握在这2个极点，角度正确了，笔头就伸出来了。他不需要用力，对不对？不需要，只要轻轻的握。OK。那我们也希望说，小朋友在写字的时候，他只要用力写字，很容易会跟你喊手酸。对，那握笔握正确了，当然有的小朋友握笔的角度也会有关系。对，角度不一样，角度太直，他也会喊手酸。那当我们遇到角度错误的时候，他就会提醒，他提醒握笔错误。对，他有真人语音提醒你。那提醒的时候呢，笔头就会缩回。你必须把角度回到原本的状况，笔头才会伸出来。对，那这个是握姿。对，请调整。对，那当然我们从握姿到坐姿的这一块，我们也是很注重孩子的坐姿，因为我们希望说他不管是坐着也好或站着也好，他有一个美姿美仪。没错，因为以前写字都写到趴在桌上，对，有没有？安永你有没有？那都整个趴在桌上写。趴在桌上，其实我们就会造成近距离用眼。对，那近距离用眼就更容易产生罹患近视。所以当他头低下来的时候，
我们笔会跟你讲坐姿不正确，请调整。对你这样子试的感觉，就是那个手就像是你的脸，你很贴近笔，就代表你已经很贴近桌面了。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必须把头抬起来，笔头才会伸出来。哦，对，那当然还有就是环境光线跟使用时间的监测，光线太暗太亮，笔都会有感应。我可以问一个比较好，我们这样问好了，是，你觉得小朋友用这支笔，他的接受度高不高？以我们的消费者的小朋友，还有我们自己家的小朋友，对，一开始对这个商品，对于这支笔，其实都是非常好奇的。OK，他怎么知道我的握笔姿势错误，而且他会跟我说话？哦，或者是说，我的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写？然后他为什么知道说我的坐姿是错误的？那孩子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反馈。我觉得这很正面呢。我一开始一口是奶巴都比如讲你共发一些说哦，这个太难了，而且觉得很烦，然后丢掉有没有？拿出另外一支笔来写，结果不黑，你就知道说很好奇为什么笔会跟他说话。是，对哦，那这很正面，所以其实慢慢他会先好奇啊，给他用过后其实也是就可以适应了。是。所以那问一下，好，那林大哥，你的小孩现在握笔姿势都很正确，好，做两公非常正确。那再问一下，那你小孩写的字还算漂亮吗？还不错，黑毛还在努力当中。因为公司在帮你，黑共一支笔拿得稳，然后你都得下思，你的姿势正确，你要去练一些字是相对的，没有这么的困难。对哈，而且是不是还有个智慧笔盒？对，在这边对不对？哈，台卡昨天看到。白色的盒子，对，那这一个白色的笔盒呢，其实是我们都没有现在还在研发当中。哦，那我们节目是第一次对外亮相。哎呦，那我们真的很荣幸哎，第一次看到。对，那我们除了从孩子的健康，就是近视这一块开始关心，因为我们家小朋友今年也上小学1年级，是对，那上学放学的路径安全，其实也是我们关心的。是，那我们一样在思考有什么样的装置能够监测到孩子的上放学路径。是，那但市面上有一些商品，像是防走失手表。哦，对，那其实防走失手表慢慢的，对孩子来讲，它的体积比较大。是，那我们就思考把这个东西做到铅笔盒上面。是，铅笔盒孩子每天一定都会带到学校。对，而且不会忘记。没错。对，那我们以这样子方式去思考，那这个铅笔盒，我们再赋予它除了安全保护以外，还有智慧学习。是，我可以跟铅笔盒说话，可以跟铅笔盒去做问答。是，那甚至未来还会有一个是智慧课表的功能，我们训练孩子在整理功课的时候有自主性。怎么说？整理功课的时候有自主性，为什么呢？因为必须我要来挑战一下我们的领台狗吼，就是说事实上是跟着科技的发展也好，你看现在有非常多的科技产品。那么新斗给胎你呀后 C 你呀后，因为科技产品，所以你很容易被黏着了，没错。然后你反而失去了，我觉得孩子们我们觉得他应该要拥有的空间，或是他应该成长的方式，没错。可是我们现在又发展了这样的一个我们所谓的将智能结合在我们的生活用品里面，是对。所以你想想看，像你刚刚说那种自主整理功课，对，等等，这是怎么说呢？对。我们透过一些简单的装置，对，然后再加上，因为像以前小时候，我们都会有那个1周的功课表，有啊，对，会贴在铅笔盒里面。对，我觉得很棒。对，那我们把功课表的这一个部分，我们做成数位化。哦，那但是做成数位是提醒家长，让家长去看。是。那这时候，假如说我今天我的数学课本没有放到书包里面，对，那家长就会说，小朋友，你是不是有课本没有带？对，那这个时候，我刚刚有提到说，透过比较小的装置去做感应，是对。那这个时候呢，小朋友就会去检查。我
去检查，发现我数学课本没有带。那这个时候他就会主动再把数学课本放进去。是。对，那未来家长我也不用去翻开他的书包去看，一本一本的去看。不行，我以后要那个发现的时候，我也不能跟他讲，因为我要让他忘记带，然后去到学校之后被惩罚，然后被惩罚之后以后就要知道说去改会记得有冇？对，可是我说那是一个训练的过程，没错，这是一开始。黑狗妈妈用一个智能的方式，一直发现不行的时候，有没有？哇，接下来可能要用更自主的方式，有没有？就是直接承担某呆豆扣本给后果，有没有？是，对，我觉得这都是一个。我觉得这很棒，就是说这是一个协助家长，对我们彼此在更有效率的去做这件事情。没错，对，所以我们希望孩子就是透过这一些的科技产品，对，他能够养成很好的习惯。对，那我们其实有一个 slogan， 就有一个口号是，我们希望孩子是拥有好习惯，养成好习惯，才能够拥有大未来。真的我们知道习惯真的很重要，因为那是一种我们泰嘎贝讲，其实是自我训练。没错，对我们。泰嘎会就是你会有去嘎给 discipline， 就是你会去嘎训练去嘎你自己训练好了，你才能够有更好的未来，对不对？没错。节目其实真的时间过很快，我其实有整个青岛的故事都在分享，因为我们刚才讨论到这样，大家会发现，其实领泰狗会做样的东西，其实在创作上或是发展上，其实是有很多困难的。没错。对，很多东西要沟通，是。然后你要跟团队有共识，没错。对，科技是不是真的是带来更好的未来？是，对不对？所以很多困难对，困难非常多，特别是今年，今年对我来讲是困难重重的一年。第一个是我们的新创团队的那个成员结构，是从原本有共同创办人，对，到现在其实是我自己独资，然后再来的话是今年的8月初，我的父亲也过世，然后随即我们的家庭，我自己的家庭，我也变成是一个单亲爸爸。是，对。那经过了这一些，那再加上就是有一些工作上面的阻碍，甚至我们的商品，其实在台湾在推动，其实我们有发现说，越新的科技的商品，看到它的人跟实际上会买到它的人，对，其实是会有一些落差的。没错，就像政府一直在提倡的物联网跟 AI 智能的这一块，但是实际上我们以智慧型手表来讲好了，到底有多少的消费者愿意戴智慧型手表？那花同样的钱，他会去买比较有保存价值的机械表，还是会买智慧型手表？我相信绝大多数都还是会买传统的有价值的机械表。对，所以我们在推动商品的一个过程，其实我们会非常希望说，不管是透过媒体，或者是我们自己在脸书啊，或者是说社群媒体，我们去上广告，我们更希望说，我们为孩子为这样子的一个商品的努力，是希望能够被更多人看到，也希望更多人能够来支持我们。那即便我们自己遇到这么多的困难，那我也是不放弃这一个事业。对，我想要在这边其实鼓励林大哥，其实我是觉得如果有正向的意念，对，然后我觉得这困难是必定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信念，我觉得往前走还是可以看到很好的状态跟没错，对，所以祝福林大哥，对，所以希望你同大家写个按钮的东西，希望大家都在去了解去支持按钮你，所以今天谢谢你来到这边跟大家分享，谢谢，哇，好，天天好来做嘛，该来做运动了。